公前不前人，是非前大不公，官大必公。不前人，好了。不前人，好了。本来是咱中间嘛吼，有时间感嘛吼，但是咱好像后日去花莲吼，所以变成讲去拜神，调来去嘛吼。今日本来我本身是讲风体现在就来这啊吼，上天做出比吼。咱个扫一边边安尼吼，扫咱遮无风无雨啦吼，咱轮流好安念念吼，所以上天可能照顾较真好势吼。另外吼，咱继续讲这个研究谈去，即个380啊，390吼，伊所讲起来差不多将近应该是这个10吼。伊是一本经典啦吼，咱不能咱小讲吼，咱这个一直当然，咱我想咱讲义做面的吼，经典一点我出紧吼，就大家咱小宣传的安尼吼，上讲义讲安尼吼，为了赶时间啦，一直咧为了赶时间吼，另外吼，咱对这段。当然，这个咱嘛做评论，对世间的一切啦吼，而且当中的这个自信深入去吼，这段甲讲大自己的勉励啦吼，咱因为咱这个前班顶前半段讲完，咱今日来讲这后半段啦吼，咱互我念一遍，继续来讲这个吼，因性本是情性因，因性本是情性因，多因即是情性心，多因即是情性心，心中各自离五欲，心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见性刹那即是真，今生若有顿到门，今生若有顿到门，不闻自性见世尊，不如自性见世尊，欲欲修行灭作佛，欲欲修行灭作佛，不如何处祈求真，不知何处念求真。若人心中自见真，若人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有真即是成佛因。不见自性外别佛，不见自性外别佛。起心总是大痴人，起心总是大痴人。顿教法门今依流，顿教法门今依流。救度世人须自修，救度世人须自修。报你当来学道者，报你当来学道者，不作初见大悠悠，不作初见大悠悠。咱即马吼，讲到这个真如去吼，到这段换段啦吼，因性本是情性因啦吼，即叫做因性本是情性因，因性本是佛性，像咱因性本是佛性，其实这个因性内底当中，迄个因若无有一个性咧主宰，迄个因过来，
所以呢，咱这个精神本来叫做清净，这个精神本来叫做清净嘛，清净无量嘛，这叫做无量。哦，这叫做无量的物件，就是讲，因为这个解释叫做主性，这个解释叫做主性。但是讲这个来，哦，这就是这个叫做无境嘛，这个叫做无境。哦，这个叫做两义嘛，两义嘛，两义，两义就分两样，是安尼但是这个自性本来就是不清不净、不净不实安尼。但是你落入两义的这当中呢，咱就简单来讲，叫做定，叫做定甲实，用定甲实用这来解释。这个本来是清净，但是到定甲实，定甲实换一个解释，定叫做分别，定叫做分别，叫做分别。即个二者落来当中咱就到这个啦，这个啦，这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义，两义的思想跟内部分，对，这个叫做或者这个思想，思想因为当中呢，因为这个来，这个成分了后当中呢，这个做复杂的物件，但是做复杂的物件是对对呢，因为本来一切的就在落来，但是这个是一个定，它是一个实。你这实落来，这个实它晓得，咱讲叫做这个实晓得，这个定呢实精，安尼个解释，但是你落是做复杂的嘛，叫做复杂，伊就做复杂的，伊做复杂的物件嘛，复杂的物件嘛，这个精就是无量嘛，安尼嘛，这个精就是无量嘛，因为阴性本是性性阴，这阴性就是开始而家生出来物件，阴，阴叫做哪？阴了解释叫做毒，落就叫啦，伊无清气叫做落。这落，因为伊若无这个，这个叫做静性阴嘛，这叫做静，伊叫做哪？因为本来是静性阴嘛，阴，这叫做阴嘛，这叫做阴嘛。安尼叫，这个叫做果嘛，这叫做果嘛，这叫做因果。伊本来因就是离自性中内底当中，伊本来就是不生不减，不叫做静性因。但是因为换落了后，就是有这个定，到一个实，这两个要分别。你分别起了后，咱若今日个心若得。爱识当中叫做淫嘛，淫就是落，是因为你这个定，你定的物件会造下来的，定就代表光明，一光明代表无暗嘛，无暗嘛，既然无暗的内底当中，伊这落毒就代表暗嘛，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因的物件。伊落到这个当中，因为咱用色来做代志，用落看到美色，咱就是生了咱淫的心嘛，淫妄嘛，淫妄的心嘛，安尼当中呢，因为本来伊这个阴性，伊淫，伊本身伊毋是会淫，就是有一个阴。有一个精神因里内底，因为透过色了后，那走出来叫做淫嘛。比如讲，咱一杯清水，这个叫做清水。但是清水落来当中呢，伊本来清的，是不是安尼？但是你到落到这个所在，伊才会变成落。因为问题，这个所在就亮嘛，伊这个所在就亮嘛。这叫做这，
伊本来一杯水是清无量，咱来讲叫无难，这叫做因，但是伊是安怎变黑的？伊是安怎变黑的？因为离这个所在，这个所在的思想，这个思想，我爱泡咖啡，伊就变成黑的，对不对？伊黑这是一个原料，这是伊的因，就是水，伊因就是这个水。水落到这个所在，因为你的思想，我要泡咖啡，伊这就变成黑色。因为这思想为了泡茶，伊这个黄色，黄色，有因为因这个所在，但是这个物件，伊做咧决定，这个物件，你这决定，你这思想的决定，你会当来泡咖啡，你嘛会当来泡茶，你嘛当来泡水，是毋是安尼？你拢会讲，但是我讲无水，无这个因，无这个水，你这种原料啦，讲原料，讲色素原料啦，你什么物件泡成？你无对什么泡成？所以因就是你这个所在，但是落到这个所在，因为伊我用的水的这边，到这思想了后，你爱的物件，爱食咖啡，爱食茶，所以形成你的这个物件就是因，就是像我讲水这个啥，伊叫做无量无量。但是你落到这个所在，因为你有一个地，甲有一个色，我今日发着一种的物件，后边发着一个美色，我今日用地，我袂生迄个因我袂生，伊但一种同迄因落来，我看着美色，但是我用这个色。这地色的色，分别地色的色，因为我会想做这个物件，我会想产生一个因我。但这个因我的物件，伊本来若无有色，无这个因，这本来是无色的物件，这本来就无色的物件。所以来讲，因性本是就是因，伊若无有这个因，无这个色，地色分别依靠这个因。但这个因，或者解释就是因为伊就是有这个因到这个果，有这个因到这个果。这个因的果到尾来，这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你会当来做先，会当做恶。嘛当先，你定就做先，你先就做恶。但是你落来了后当中，同一个物件落来了后，你看到这个所谓的看到这个所谓，你来用色。用好色的色，这好色的色来看，你会生成这变成你想做这种。但是你若用着一种艺术，咱讲的形成这个作用，咱讲咱理性、理智慧内底，咱抽起来内底，放这个作品内底当中，因为今仔日，因为是你而且那个思想着，这个情甲这个写安尼样，其实这个作品完全共一个物件。共一个物件，伊无呢，伊绝对无呢。但是问题对一个所在，是咱这个落来了后，这个物件，所以伊本身就是已经而且物件咱控制无好势，而且色甲物件控制无好势，所以咱老早讲A 就是讲用显地色，显地色，显分别，显分别，毋是无分别。毋是无分别，先分别就是咱分别地，无分别就是你讲咱分别色，咱讲。但是问题，你这完全都无差，这个溜了，这白水水无差，绝对无白水无差，到了你的思想有差。你要泡什么？你要食水啦，你要泡几千万物件，反正你泡出来物件，拢是你家己思想先出来。你一个自性落来讲。这个所在的这个当中，你变化一切，你要做法就先做法是拢毋正做变，但是无这个因是绝对无后面这个物件，无后面这个果，或者解说这个经济，你来调，你无这个经济你无来调后边，它会做一个果出来，无可能。所以这句话伊就是来解说，这个因性本是情是因。
伊本来就是因，就是啥，就是精神，就是精，伊本来就是无念的物件，但是落去后天了后，伫甲色个内底当中，一个叫做成分结，无这个物件，无分别这物件造出来，这因性造出来，是安尼。所以伫这个当中，伊因性造出来了后，咱就开始做业，开始追求了，作者迄个无正当的物件。你想讲咱这个咱迄个对所在啊，讲一个马来西亚的某囡仔来台湾咧读册，做这真好一个少年仔就去讲中间想讲病死，你个孩子，咱知影，但伊个孩子怕死个，怕死。但是咱上课顶阮啊，阮年仔是去读班啦，去读体会，意思讲无要迄个病阮个怕死个，因为台湾即摆怕死就是少，安尼。但是我即摆咧讲即个物件，伊本来即个人是一个真单纯的，即个查甫嘛本来有一个真性因伫即个内底，但是落来了后，伊家己迄个色都上这个。小家己种行业，你听无？是安怎伊家己做啊不亏咯？伊原来有一个真心，伊本来是有一个孙仙婆的物件，是按走来物件做到伫这，走到因为的时阵啊，做到互世界的，咱讲的是风险。什么问题？就是咱比如讲，你识得伫这控制了无识，拄因即是净性心，拄因，比如讲，我讲控制用意识力，用力来甲控制，控制这个色，而且你甲控制这客观你控制，你我甲控制转色性变，叫做转，功夫才叫做转。你无识因把你拖去，无识因把你拖去，所以你在甲转过来了后，但是你这个身躯。无去，这个感应，无去写的，一直引导啊，叫什么写的，叫做正念啦。那是正念，是咧传统接待啦，写的是无好的物件咱知影。但是多因即是净信心，是这个心物本来就是，因为本来就无了物件，你迄物件也无，而且你这个心物就清净嘛，但是呢。因为你就是遐物件，迄个这个个适应，写入甲你诱了后，咱这避免了，这是不避免了。但是你这个物件来当多用，会当控制无互这物件甲你诱去，你是想讲必须那静心心，这个咱算嘛袂解。你像这里边的时阵啊，迄个电视台无个什么广告是那迄个。迄个演员即摆讲的是30个số囡仔30个số囡仔，你甲对啦，伊个好笑啊，拢问艺人，拢是讲咧讲一个是真歹听的伊用伊手看，伊做伊啦，做演员，就绕不开，就用气，变成咱对气无办法，大家想。演员有警察为了想讲迄个电视台伊搞谈一个买这个机会，算是一半卖嘛无要紧，根本拢叫便宜了，便宜爆发了30几个种爆发，真反离奇数，你知嘛？爆的那个面子裸露，你若是爆一路裸，你想你讲嘛？你真正叫人按照呢，阴谋啦，这个阴内底当中到底有魔啦，魔鬼的魔啦，到底魔鬼的魔，这讲歹听咧，阴谋这讲歹听咧，这个身躯变阴谋，难怪也是会阴谋，是细节干嘛呢？那爆发出来爆发阴所以你哋以前会人讲，咱今日。虽然讲这是比较变的目标，但是你比较控制，用做心为你控制的方式，
但是你这个物件变一个物件落来了后，你就变啦，你就去写伊，你就去写，你就去做人迄无人喜欢的物件，无人欢喜的物件。硬语硬唱，甚至硬拍，就左右一定类似。我这里发现心里有无？因老变老好，无你妈来写啊，有无？我们现在这边个吼，那个青山，哦，所以呢，伊台湾我都对青山有得讲，会更较细腻的嘛。你看这几年啦，哦，看青山，但是呢，因为头一件可以看死的，但是第二件。上吊规定外面那个这个个线，这是我目前中发的消息啦因为咱今日以上个内底当中，那么一切物件，拢为这个，拢为这个物件。但是咱今日咧求，就是咧求这个，咱咧追求是咧追求这个物件，咱追求这静性因，咱就追求这个物件。性中国主李莫用，性中莫用，就是咧讲些物件，财、色、名、食、睡，财色名食睡嘛，这叫做莫用，财色名食睡，这叫做莫用，因为这欲就是叫魔嘛，性欲欲就是魔欲，但是性欲这个魔欲，咱从这个魔欲甲咱数，你看咱是一种无离规限物件，一生内底当中，是拢在追求这物件，在，有钱，都要靠有钱，有钱内面有名，甚至。有钱人有名，人生就是讲追求这物件。你上古台了，生活在2300几亿，就代表堪称我这台湾第一富翁啦你讲讲起来，伊安尼嘛拢，但是伊到变学人清选总统，变了我无，但是我当然是是啊，跟你讲，但是呢，你会去做迄代志。我相信咱嘛袂是不晓得，而且我问你，这个有迄物件，不过伊的盘算咱是唔知影，所以咱过去咱的时阵过去什么啦？讲人生有四不足讲人生有四不足，上魔少行嫌气歹，朝中披苦苦无钱探母为官作仙啊。我来这是这些物件，汉武帝，因为这个叫做四不像嘛，做批做，这批做，分享有时的，批做一个批我20个，这个销量给我看外，4个这是叫做人生不像，你讲财色名食睡，世间什么人分享？因为一世人咱的性欲，咱的纯性欲，今日下这个地方就是这人拖了，在我有人拖了。60年我用，我讲你年我唔是讲叫你个拢无这，唔是这个。你伫这物件内底当中，无你念这物件，在该趁钱咱趁钱，是不是咧？放中间，因为咱人生有中间就靠一条，该咱谈咱来谈，莫来做骗，莫来做闹，莫来做怪。莫来做杂，莫做这物件。阮的人生为着钱，人讲为钱保性命，有无？人为财死，鸟为是亡啊，就是安尼。色，咱只讲嘛这个色，嘛咱讲一切形色性的物件，这个色是解说叫做女色的物件，即有魔力的女色。而世间的人为着色。4万人，我去迄个伫迄个 YouTube 的网络，我看一个中国大陆，但是因太太因伊去外口趁钱，才饲这个家庭，安尼对啦。但是为着这个家庭去外口打拼，
倒来了后，知影讲因太太甲厝边头尾人落去咧倒去跳舞，但是当然伊毋讲我伫外口咧拼趁钱，啊你带出去办你这个工作，安尼，但是有一日当中吼，迄件代志法院开到开17个。而含有关系，伊咧地方做着谈，甚至含什么人有关系做着谈。啊，因个公安一直咧用，伊嘛继续一直谈。啊，到尾了当中，伊就在走，我这点一定要表演嘛，伊导演在表演，为着要导演下，法律迄个个因为哪来法律个迄个个方面，法律讲中国在咧出来吼。含咧百姓做出位呢，毋是惊公安出位呢，含百姓出到。哦，你怎对阮大家话，迄伫咧山，伫咧山边，迄要为迄物件简单呢？所以到尾了后当中，伊为着了后当中，伊家己讨价，为着哪？为着色。哦，人不之间乱来，袂好势，啊太掉。无，这物件应该咧好抓在。迄个电视咧看到这些，所以咱人就是遮脆弱，这件事，小代志了后，咱袂看住了后，咱就造成到咱世界上面。讲这袂好势，啊，这毋是咱好用啊。名，咱做这方面，哦，人有钱就要有名，人有名就是要贪钱。啊，这个不能连做伙嘛，名利嘛，是吧？哦，这连做伙的，我台面有钱啊，我有钱啊，伊就爱变名。哦，是安尼命啊，我一世人，我食到再回来，我若要做总统，我毋甘愿。伊安尼讲，我今日做生意，我免共我看见，我免共客别人的钱来开，我拢免。因为我家己无能开，事实有我，这是事实物件，啊，所以为你今日下当做，你通用你咧开，去选你的钱起来做救济，这毋算好吗？啊，你来开迄个结因果的结关系，做这样个，人的兴趣无相像，就是呐，伊无对真理的法解负，因为伊用物件，伊用遐。所以世界上就是到安尼，叫做在色名，色价，讲起来，世界上就是你若有做啊几落，看人咧专门咧烹饪咧食，迄一块肉，安怎做到迄个肉什么？我就想讲，恁食素食啊意见无同款的咧做你真正喙哪会？真正你会想我袂使食菜，真正你意见也无同你心里行，我有嘅。你真正做出来物件什么味，什么脑我唔对，确实是安尼。所以你人所有的食的物件，然后你一心一天，有无？迄个这个用心计划，这熟悉、困、睡当然拢有这些模样的物件但是因为你变成个理模样，我唔是讲你完全知啊人啊识啊当然识，这咱讲一个传统接待的迄个敬礼你嘛应该要晓得一个传统接待啦咱对人好名咱干一定去教嘅，一定去，比如讲一定爱食哪位。一定咱困迄个这个外好的所在，所以咱对这物件我从听讲，我袂去对这物件，我因为一个农场我倒落我袂讲你个爱什么花倒你我上好的农场就困袂去啦，你上好的物件你若困袂去，你困了袂落去，我安尼讲上好料理你食落啦。毋是讲今日你迄三天海味的，我去泰国上一摆我去泰国飞3公斤了，是我飞因为泰国的料理伊毋是，伊绝对
经济率你听无？经济率是袂错啊。你若你看到经济率，头壳就来泰国人来。但是如果伊伫泰国迄经济率起咧出，哎，实咧我好些个。啊，做嘅就我我说说，做嘅咱就靠天过来有呀，啊，你个讲，一空很都会现象。哦，啊，泰国旁边嘛吼，啊，伊送单啊吼，楼金啊吼，伊个其实来讲泰国料理，真正真下档。我讲是爱情，过于死吼，你落实，安尼台湾的。读书时讲，哦，安读书，哦，啊，买的时阵啊，啊，落车开这落车吼，安尼种啊，头一个咱啊，起价嘛吼，起价啊，哦，因为有一个外面就讲到6000，起价，就是起价，车人拢会，原来你看到车拢会，上去做头前嘛，讲起价嘛，啊，咱若收这拢是物价啊吼，你讲起价起碗嘛吼。泰国人袂解答你个，去甲你杭州啊，咱计价像我无几签啊，迄个送单无几签啊，一般价人来看，一般无几签几只，一般无几签，咱就要食较实抢，一只价就该当伊个无，啊，你来怎讲？哦，因为伊食好料理嘛，无几签尔，咱凊彩来较快食，做做当叫人食较实抢。你只鸡，若你甲讲话，你台湾进买买200-300块半斤，哦，偌济我是唔知啦，伊无要等。你台湾，咱过去的时阵是讲，泰国落成，台湾读书伊哦7块8块，人工叫了多。咱煮是做好个哦，开足个钱哦，人工了多。人工伊输是我无几千啦，啊输是我拢金啦。你们那讲，你那讲这只你们来解释。所以物件是你食的落，你食饱，你上好，免得你因我哎，这个物件是物件好得了。所以你若是叫我同达到迄个工，其实而且我用的内底当中，你我都唔这个工。哦，那安尼当中呢，见性三啊，见性三啊，这是。因为咱拢叫这物件来看了，我要这物件来看。未来就是我比较对这物件，贪亲戚慢，拢是对这物件。啊，这物件本来你就是见性，这个光明嘛。啊，你这买了了后，啊，这真袂造出来。哦，因为这本来就是真的嘛，这真的嘛。哦，啊，因为拢乌云甲3条的嘛，乌云甲3条的嘛。乌云甲3条嘞嘛，乌云甲3条嘞，哦，啊乌云甲3条，这乌云啊，几落开，啊这乌云叫做哪？无语嘛，好用嘛，哦，来讲，哦，这个3千7万嘛，拢这物件，啊这物件就是因为你用这物件所调了，你有一个清净的本体，所以咱想讲出，做歹人。哦，一个清净本性，哦，迄个杀人、放火、啊，杀人、吓人，你讲做有一个，嘛一个清净本性。因为伊是安怎会叫迄物件？因为为着这物件叫灭歹，所以呢，伊必须昧着良心做事情。啊，伊即个若发觉了后，即个良心的发现了后，啊，那安尼当中，伊迄个本来迄个心造出来。那安尼，啊，咱即满修到咱用心咧行，就是要安怎互咱家己迄个心咧走来出来。啊，你本来就是真诶啊，啊，你有一个真诶，你得去咧找真诶。哦，安尼吼，啊，所以咱想，我过去想要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个池塘的时候，有一个迄个过来主人，啊，这个过来，伊拢有一个迄个哪个呢？哦，迄个蚵仔嘛，吼，啊，拢会过来当中来食鱼啊，安尼啦。啊，食鱼个当中吼，这主人就想法无办法，哦，伊就把蚵仔去看迄礁啊，迄个食伊个迄个鱼啊，迄礁啊，
所以去做一新的迄个哪迄个稻草人，掠一拐啊，挂成目镜，直接过迄个，安尼啊，而且，迄只好，这做人而且吼，咱就袂使来甲食，要食爱注意就对了吼。就是咱这个切啊，所讲的这个要乖时阵，切啊无拢黄金稻穗嘛吼，拢会是作是鸟啊，就去放炮啦，看很好做这工作嘛。但是迄个鸟啊，你甲采了了后，迄个鸟会主意，还是会惊。但是鸟你是巧的哦，你一日安尼2日、安尼3日、安尼，拢袂顶当伊是巧哦。这个就食带头啊，上迄个时阵啊，是真诶假，伊就是真正吼，去甲看卖，看卖了后伊发觉是假了后。有一个当中，伊就走去迄个顶面，徛喺嗰个讲假吼，假咁好，规日鸟拢来食，你食叫发觉就是假，但是迄个本来主人想讲，我呢，伊就能把迄个本来地的，给换来，迄稻草人的遗种，我来做稻草。这样嘛懵的吼，伊嘛想讲那些假真的伊唔清楚你听。我那走来顶门就徛来讲假，就迄做人就想讲，我你发假，我就来念，这是真的，真的就叫了你啦。那就是咧讲啦，真假伊会清楚。咱家己有一个真的，你甲当成假。这个假，你甲当成真，这个插花你甲当成真。迄个主色，迄个是真，迄个物件你甲当作是假。咱毕竟才袂清楚，所以咱叫做颠倒。咱伫咧去修道学道了，咱就是真正安尼处理迄个真，互咱真假分别。该真你怎来处理，该假你怎来利用。是安尼，咱讲真假合一。那色鬼空白，空鬼色即空，那是安尼。你真的无假嘛袂使，有假无真的嘛袂使。那个叫真假为所以心中，而且伊个咱来做来讲，其实用对讲不论自性变现真，咱一世人真有经验，闻到这个顿道，伊有告诉你，对他们就叫讲，讲法，善法，这个顿法，见教这个讲有东西是讲修，这个讲书啊，就是讲慢慢来修，顿摸，这顿摸话呢，该说就是当下开悟，当下开悟啦，开悟嘛，咱叫开悟嘛，所以咱就做来讲开示业，应该讲这个，但是咱这世人要问的这顿教。咱拢想咧讲，过去嘅佛教，想咧切来问，要修到菩萨，要修到阿罗汉，要修到地智佛，莫讲修到佛，迄个要修几百世，为着这为修啊百世人嘛修袂成，你一世人修就要成，因佛教这个信奉要安尼讲，你这种。下达拢袂是咧以前，但是咱嘛知影讲，伊要修到阿罗汉，要修到第几个？你想阿罗汉，你就要想贪嗔痴爱等，苏多丸、苏多含、阿那含、阿罗汉这四个，这个从这个入一定入性之流，因为不入色声香味触觉，这六根不来当。贪嗔痴，这上海人就爱等，这等了你当咱入理性物件叫做疏脱丸。疏脱丸就是讲入教是叫做入圣灵的一个第一步，唔是阿罗汉要袂了，这是4个人在初个人。所以呢，叫做叫做见爱等。这个来疏脱丸。就爱事业，阿那，迄叫做事业，见事业来当
咱讲得定阿罗汉，建立事业这两个道路，咱得阿罗汉。哦，阿罗汉都咱讲对，哦，安尼个想方法，要得着阿罗汉就是困难。那要讲咱一世人伫别人艺术性哪些个形象？你佛教上来底，当个剃头做衣服，剃头做尾箱，大家都爱练咧，毋得练袂成啊咧。咱后尾巴肚后尾不做，哦，后尾饲囝，后尾做头路，啊，你世人要成啊？当然啊，照因佛教上咧讲嘅，其实是毋是安尼简单，但是其实你这个末法时期，你一贯的这个正法时期，佛教上这个末法，我不能够讲，你一贯的这个正法，但是正法来对当面有这个顿教，这个顿教，什么叫做顿教？我想比如，今日咱这产业啊吼，而且要回到台北，台北叫做哪？叫做天堂啊，这个台北叫做天堂吼，台北啊吼，这个叫做天堂，哦，天堂啊吼，哦，啊咱这台南啊吼，叫做凡间啊吼，凡间啊，啊伊咧经过哪？经过嘉义，经过云林，经过彰化。经过台中，经过苗栗，经过新竹，经过桃园，哦，经过鼓山、新北，安尼来去。我是尝试过一个比如啦吼。那今日这个叫做凡间，这个叫做天堂。你今日去凡间，这只田二只开始来买，要飞到台北。伊的会是我一世人规划台北，有可能。但是因为伊二只出去了后，离咱新营出去到北漂漂安尼叫做实实，安尼叫做实实。好，但是因为伊这个真正是产业，要往北飞，飞到云林。好，啊这个叫做两世啊，哦，但是伊这个准世，这产业。往北飞，吼，先到最后到彰化，安尼啊吼，彰化3世人，伊就连续一直来做产业，但是有一世因伊方向三脚，即个倒来，安尼就叫做轮回啦，这叫做轮回啦，安尼叫轮回。哦，伊就我讲。一分三事我有二情成立，你一直修，拢无回头，一直修。你一只产业，有法通修几10世、几80世，拢完全咧做这产业，哦，一直把有一日人去到方向3秒啦，你就转到转来，咩想咧？难啊！我哋讲咧，你唔这产业比不得难，咱难。咱人当中呢，你就直接在修，我想修到来说，后世人咱做这人继续修，加速继续修，2世、3世，你我讲海来世拢做人，海来世拢修拢换境换来条嘛，若有点少一世叫别人，佢连得得嘛，哦，佢写得得嘛，若因为要去到天宫，可能唔是啊，简单。因为这有关的关卡的对，但是因为你今日做一个比如啦吼，这只产业伊若有法度啦，弄有一只巴士你听无？核心的巴士你听？这只核心的都可以带到，这只产业一世人我都无带到。这产业就照票带到，伊那个。迄只巴士叫做三宝心法，三宝心法，三宝心法是这样的。迄只巴士，但是迄只产品后表现到过去就较紧，后表现到飞机较紧，但去飞机来就是较难。你若去到过去，或去到8岁内底，你一世人，你这产品要带有可能。一定会到，意思我跟你
三宝生法，这个顿教，哦，以后就来讲，不无自性的世尊，这个世尊是讲的世尊嘛？你来了解哦。这个世尊是讲你属性世尊哦，不是咧讲释迦牟尼或者释迦牟尼的世尊哦，你要搞清楚。啊，那呢？佛门，什么叫佛门？佛门就是马上当下你就看到你这个主性，你这个见性。话刚才讲见世尊就是讲你有见性，安尼对，你看见你家己，那叫做自我的解脱。所以这个当中呢，已经